跟我弟差不多国小、幼稚园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他自己也是广告业嘛，他自己也很希望自己是，我记得他有跟我说，他自己也很希望当导演，可是他后来去做广告业务这样子。那我不知道跟我有没有影响，但我那时候我一直记得他讲这句话，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我弟玩一些。就是想玩游戏，可是我们想把它拍成影片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就会记录这个游戏影片。然后那时候也很喜欢看电视的那个鬼影追节目嘛，所以我也会拍鬼片，这样叫我弟就站在原地不要动，好，然后把录按掉，然后再叫他移开，然后我摄影机还是不动，然后再录，然后再放在影片里，我弟就会突然消失。所以小时候就拍这种东西。哇，真的。对。小时候你知道你想要当导演这件事吗？还是没有，只是爱玩？没有，只是爱玩。对。哇，你小时候就拍恐怖片？我觉得这样子给大家看，然后大家笑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古早有本太假宽，就家人有看过？有看过，都会看过。所以你就负责拍，弟弟就是你的演员。对。然后高中以后，我就是我们同学会约去宜兰玩啊，然后花莲玩，台湾的各个地方玩啊，我们就会带着那个 DV， 我爸的也可以，然后就是旅行就玩一整天，大家在那个民宿的时候，就会接那个 DVD， 然后接到电视上面，大家就重看。所以其实现在不是大家很流行动态嘛，我们以前那种看动态的方式就是看记录一天的方式，就用那样子看，这样。对，我就是那时候很喜欢用影像记录东西，这样。刚刚台后大学是念电影了吗？对，我后来是世新广电电影组，这样。就真的是往这个方面走。对，我原本我是高中才确定想要走这一条路的，就是有一次跟高中同学拍班上的作业，然后我就自己用那个Movie Maker 那时候的最阳春的剪接软体，我就剪，然后我就记得我没有什么感觉，那时候没有累的感觉，就剪完了以后天就亮了。然后他说：“我觉得拍影片，然后自己把它做成一个完整影片，其实是蛮爽的这样子。”